話說而家好多人用 AI 學跑步，今日分兩方面去同大家拆解當中利弊。第一個係 YouTube 層面，第二係用 ChatGPT。先由結論講起，用 AI 學跑步嘅壞處係 AI 好容易產生 AI 幻覺，即係好有自信同邏輯地講一啲自己都唔知啱唔啱嘅嘢。一般人冇辦法對 AI 產生嘅資訊去判斷啱唔啱，所以好容易練錯咗都唔知。最後我會提供點樣可以用 AI 學跑步嘅方法。話說近排我自己好中意聽一個 AI 廣東話跑步 channel，本身聽嘅原因唔係因為佢講得好，而係想捉佢嘅錯處。但係聽聽下，我發覺捉唔到，因為我發覺佢講嗰啲嘢，我自己有啲都未聽過，我唔知係自己孤陋寡聞，定係佢啲嘢真係亂講。但係一般普羅大眾睇 YouTube 係唔會抱住批判思考，佢講得就會相信。而好多聽 YouTube 學跑步嘅市民、跑者都未正式受過長跑訓練，或者唔會去跟教練，所以聽呢啲有毒嘅資訊，就好似睇好多 content farm 一樣，會接收好多錯誤資訊，最終受害都係自己。第二就講 ChatGPT 個情況都係一樣，都係會有 AI 幻覺。我覺得用 ChatGPT link program 練基本體能冇乜問題，有跑始終好過冇跑。但係我對 ChatGPT 嘅見解係，我睇完佢嘅 program，我唔清楚咁樣練係咪會達到目的，純粹只係令你跑得快咗，個感覺好似係叫健身教練 set 跑步 program 咁，缺乏專項性。之後就講解決方法。一、專業嘢留返俾專業做，反個專業跑步教練，至少可以獲得一啲正確嘅跑步資訊。二、如果要用 AI 學跑步，最好係用嚟做輔助工具，即係你有能力去判斷佢嘅內容究竟係咪真先用。不過去到呢個水平，其實唔需要用 AI 去學。三、用完 AI 要 fact check，不過搞咁多，不如直接睇啲可信嘅 channel。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聽跑步 podcast，歡迎 CLS Live Home Run。如果想要深入嘅跑步 program，歡迎 join 我 Patreon。而家仲有7日免費試用，多謝收聽，拜拜。